目前全台湾失智症人口大概有32万人。台湾失智症协会发现讲，这几年来，这失智症患者有大大啊少年化趋势。回复社会大众，虽然这失智症大多医学好势，不过透过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，就会当控制病情。失智症患者甲家属在咧台顶参张记者的资深艺人斗阵唱老歌。台湾失智症协会表示，虽然失智症通透过药物改善状况，但是厝内人的理解甲支持是更加爱看重，而且透过适量怀念过去的记忆，对病情也有帮助。短期的记忆会比较差，长期记忆其实很多都是好的。透过这个怀旧，我们可以让老人家可以说话，可以活动。家人不了解这个失智者已经有困难了，有问题了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失智者没有病识感还要再严重。我们仍然可以像正常人一样，生活、作息各方面。台湾失智症协会理事长齐文俊也是病院的医师，伊为这几年的门诊经验发现讲，得到失智症的患者有大大少年化的趋势。65岁以下的少年型失智症，大概占门诊人数的1成。伊拄过上少年的是38岁的患者。他们40、50岁的时候，可能孩子都还要小，所以这个失智者的配偶照顾失智者要负责这个孩子的教养问题，然后他也要负责经济，他的条件其实跟老年型失智症是差别非常大的。协会呼吁大众爱关注少年型失智症患者，也强调失智症上好是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。若是会使早期发现，量早规划药物治疗、生活计划、甲社会参与，对控制病情是真有帮助。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。